嘛是因为武汉肺炎影响，教育部宣布，大专以后2月25以后就会使开学。不过本来各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，讲打算伫3月初2开学。虽然讲教育部政策有改变，也毋过有大学的校长讲啊，因为中国学生来台湾的时间有延后，所以讲学校会使自主将开学的时间提早，安尼嘛袂歹。认为讲教育部即摆做法真周至。那高中职以下嘛暂停所有课程活动，包括寒假的辅导，后礼拜嘛开始利用线上课程，帮助这学生复习会考，和学生的这个学习未受到疫情的影响。运动场拢无人，教室的门嘛关咧，不过也受几学生来学校做作业。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教育部宣布，所有大专院校延后到2月25才上课。蛮开心的。可以多2个礼拜写功课，很好，很棒，就是降低感染。虽然学生欢喜，不过原本各大学校长开会讨论，要同意3月初2开学，想要到政策大转弯，改到2月25以后开学，而且2月初9了后，中国学生来台也是渐晚。暂时还是不能让陆生入境，所以各大学就比较没有这个陆生14天这个自主管理的问题。所以就教育部就开放弹性，让大学可以到25号就开学这样子。我想是一个比较周全的措施。大学校长讲，为了控制疫情，进入可能开学了后，会让中国学生利用云端系统上课。像细心嘛有计列出中国学生的宿舍，一个人一间，也阁有疫情设备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除了大学高中职以下嘛延后开课，甚至暂停所有课程以及寒假辅导。2月10日开始，利用线上课程替高中生做会考复习，袂让疫情影响学习。